眾所周知，TVB 係一個山頭文化盛行嘅公司。前幾年，隨住兩大高層如泳山、杜之克嘅辭任，佢哋手下嘅藝人一唔係離巢，比如王浩信、唐詩詠；一唔係被投閒置散，比如黃翠如、袁偉豪等人。袁偉豪喺2016年憑借劇集《城寨英雄》走紅，成功上位到 TVB 一線小生嘅行列。之後有高層杜之克嘅力捧，陸續參演咗唔少大製作嘅劇集，坐穩一線小生嘅位置。然而喺杜之克倒台之後，袁偉豪亦都失去咗靠山。原本工作量好大嘅佢，一度處於冇劇可拍嘅狀態。近日，袁偉豪喺出席某活動接受傳媒採訪嘅時候，再度提及咗自己工作量大減嘅問題，引發咗外界唔少熱議。因為喺之前，袁偉豪曾經公開表示自己工作量大減同 TVB 高層變動有好大嘅關係。袁偉豪咁直接咁表達，外界都覺得佢好勇敢，好敢講。然而好慘嘅係，袁偉豪盡管勇於表現自己，但佢嘅工作機會並唔多，而家依然係處於冇劇可拍嘅狀態。甚至記者追問佢，自從上次勇敢發言之後，公司高層有冇主動聯繫佢？袁偉豪仍然非常之直接咁表示冇。樂小姐、曾生同埋珍姐都冇聯繫佢，冇高層願意伸出援助之手。當然，袁偉豪呢幾年事業下滑，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好大嘅關係。因為婚姻、顏值等問題，袁偉豪曾經同某啲傳媒隔空交火，導致到好多報道嘅新聞都係負面嘅。袁偉豪嘅家庭好普通，爸爸係個警察，媽媽係主婦，有個妹妹，就係香港最正常嘅人家。袁偉豪自細長得仲唔錯，16歲嗰年，妹妹幫佢報名參加咗《危陣》雜誌主辦嘅校草評選，袁偉豪順利奪低冠軍，為佢增添咗唔少自信。講起身，佢都係演藝圈嘅老人啦。佢出道電影合作嘅係謝霆鋒、吳彥祖、吳鎮宇啲港圈牛人，其他人都紅咗。包括長相極有特點嘅李燦森，同埋長相最基本款嘅林曉峰，只有卡喺中間嘅袁偉豪唔上唔下。10幾年嚟，佢大大小小嘅電影都拍到唔少，就連無間道佢都演過，咁又點啫？唔紅就係唔紅。因為拍戲佢冇好好讀書，學歷都冇，拍戲賺唔到錢，亦都冇辦法負擔自己嘅生活。袁偉豪呢個日子過得就係個無解。入行10年，一事無成，佢已經淪落到要去送外賣賺生活費。袁偉豪諗，乾脆嚟鋪大嘅，佢報名去選香港先生。當時袁偉豪諗嘅已經係華山條路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抱住呢種信念，佢的確贏咗冠軍，如願簽入咗 TVB。但係生活好似冇咩改變，捱依然係捱。TVB 俾咗佢好多好多嘅工作機會，全部作品出演都係工具人。各種角色從早拍到晚，瞓幾個鐘攞低下一場台詞，即刻又要上。咁樣嘅日子一過又係5年幾，5年5年又5年，前後已經15年。袁偉豪總算得到咗一個小有聲浪嘅角色，按 call 36小時裏邊嘅醫生劉炳燦。海報上邊佢企喺藍衫嘅位置。第2年 TVB 俾咗個飛躍進步男藝人獎，就係從攞低藍飛開始，袁偉豪嘅卡位似乎有咗一啲啲嘅鬆動，佢有角色啦。2016年，佢憑借《城寨英雄》裏邊嘅段迎風得到最受歡迎男電視角色，仲提名咗最佳男主角。袁偉豪亦都有官配 CP 啦，女方係黃智雯。袁偉豪主打忠犬路線。2018年，佢攞低咗新加坡最受歡迎男主角、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男主角2個視帝，差唔多亦都算係紅啦。事業巔峰期，佢遇到咗比佢細10歲嘅張寶儀。嗰陣，袁偉豪有一檔好受歡迎嘅旅遊類節目《打工捱世界》，佢嘅搭檔係另一個豪門女婿楊明。兩個喺節目裏邊確實搞笑，雖然話有劇本，但睇得出嚟袁偉豪係嗰種睇上有啲花心、內心成熟、有諗法、會體貼人嘅類型。難怪張寶儀上咗一次節目就對佢好感爆棚。而兩個人最初嘅接觸係張寶儀選港仔嗰晚，袁偉豪節目組幫佢定嘅搭檔。人呢，有時就要講緣分嘅。張寶儀係進商之女，地道嘅有錢人家嘅小朋友。佢履歷靚，自細就讀於名牌小學，成績優越，喺英國返中學，手裏邊有一個倫敦大學嘅學位，仲有一個沃頓商學院嘅碩士學位，同巴菲特、索羅斯、比爾蓋茨校友。沃頓畢業，張寶儀返到香港加入李錦記，做咗盛世廣告工作嗰一段時間。對於女仔嚟講，
袁偉豪係張寶儀入行近距離接觸嘅第一個男藝人，身上肯定係有光環嘅。當時袁偉豪同前女友岑杏賢分手冇幾耐，佢同岑杏賢喺埋一齊嘅時候，曾經公開唱聲媒體維護女友，係至情至性嘅樣。好多女仔好中意呢種一點就着嘅性格，覺得好 man。張寶儀就係咁樣。袁偉豪當時39歲，事業終於有咗起色，年紀亦都到咗香港男人普遍認可嘅適婚年齡。張寶儀企咗30歲嘅大關，兩個人都交往得好認真。命運亦都喺呢個時候默默咁推波助瀾。2018年，袁偉豪張寶儀公開交往。2019年，袁偉豪嘅爸爸病重，張寶儀全程陪伴。同年5月，袁爸爸過身，張寶儀忙前忙後幫手打點。袁偉豪披麻戴孝之際，哽咽嘅就係爸爸冇見到我成家立業，我會努力嘅。呢番話邊個聽到都知道呢度已經水到渠成。從心理學個角度，陪伴你度過低谷期嘅人，會喺你嘅生命裏邊留低不可替代嘅位置，建立難以磨滅嘅深厚感情。袁偉豪喺採訪嘅時候明言，已經將張寶儀視為人生伴侶，一切好似順理成章。2020年，袁偉豪同張寶儀聯名買低一棟面積200平方米嘅豪宅，複式位於清水灣，價格6000幾萬，眼睇好事將近。然而呢個新聞出街之後，袁偉豪遭遇咗出道以嚟最大規模嘅嘲諷，僅次於網暴。網友們一致認為袁偉豪買唔起咁樣嘅屋。網絡爆料話，張寶儀嘅爸爸出資4000萬首付購房，兩夫妻婚後共同還款。網友覺得袁偉豪嫁入豪門飛上枝頭，成為咗夫憑妻貴嘅軟飯男。袁偉豪同張寶儀一再澄清呢個消息唔準確。袁偉豪好在意，佢好認真咁解釋呢筆錢嘅來歷。過去咗咁多年，我喺香港同埋內地做過好多演出，呢啲都係辛苦賺到嘅錢，只夠俾首付，後面需要供一份婆一份去供樓。但冇人理佢，大家根本就唔信。TVB 嘅收入大家都知道，你紅咗先至幾日就有4000萬，你呃邊個啊？喺寸土寸金嘅香港，年輕人買樓係全家人用一世嚟勉強完成嘅事，而袁偉豪輕而易舉就擁有咗2層樓帶花園豪宅。袁偉豪話：我好大壓力，點解我要向全世界解釋錢喺邊度嚟？佢個表情真係寫滿咗委屈同埋不安，反而張寶儀永遠係大癲大肺嘅富家女個樣。從嗰陣開始，袁偉豪就開始咗懟網友嘅道路。佢解釋咗首付嘅來歷，網友話：你外父唔係俾唔起，係驚你對個老婆唔好，所以唔俾。連帶袁偉豪參加節目亦都被挑剔配音唔合格，仲有話佢一夜變賤。袁偉豪亦都開啟咗血戰到底嘅模式，同網友互懟到兩敗俱傷。TVB 多次警告佢注意情緒問題，觀眾嫌佢衝動又魯莽，因此袁偉豪被雪藏，一夜之間口碑一落千丈，事業重新歸零。袁偉豪點笑得出嚟？佢自爆抑鬱，想去退圈調整，確實佢消沉咗好長一段時間，但後來亦都逐漸諗通咗，唔再去在意觀眾嘅諗法。但佢依然係好直爽嘅性格，面對事業受挫，佢依然唔願意主動敲門自薦。喺 TVB 就有唔少藝人為咗角色主動向監製推薦自己，而袁偉豪並唔係咁樣，佢只係被動咁去等待，有劇本有角色就會接受並且全程投入，冇就一直默默咁等待。其實從呢幾次採訪裏邊都可以感受到袁偉豪嘅心灰意冷，所以佢都直言想去轉型做幕後工作。據外界猜測，袁偉豪同 TVB 嘅合約應該冇幾耐就會到期，估計呢一次佢應該唔會再續約。不過佢冇宣布離巢之前，一切都有可能。袁偉豪確實仲係比較可惜嘅，當年受捧嘅時候顏值高，演技亦都唔差，甚至仲遇到咗為佢量身打造嘅鐵探一劇。但即使係咁，佢最終仲係同視帝失之交臂。因為鐵探錯失視帝之後，袁偉豪就好似泄咗氣嘅皮球咁，感覺成個人都缺乏拼勁，情緒都好負面。畢竟為咗鐵探呢個角色，袁偉豪暴瘦咗好多斤，搞到成個人都好虛弱。用網友嘅話嚟形容，就喺鐵探呢部劇之後，袁偉豪穿咗斷崖式嘅衰老，顏值暴跌，事業唔如意。但好在袁偉豪如今嘅婚姻生活好幸福。盡管袁偉豪因為呢段婚姻承受咗好大嘅爭議，被調侃係上門女婿、食軟飯等等。曾經嘅佢好在意呢啲評論，而家佢對於外界嘅呢啲評論亦都終於釋然啦。最後亦都祝福袁偉豪之後嘅事業生活一切順利。